換咗呢個底頂巴之後咧，覺得架車明顯係定咗、實淨咗嘅。咁開頭以為會好蹬啦，咁但係發覺好似唔多覺有特別蹬到咁樣。但係轉啲彎咧，無論係90度彎或者啲細彎都好啦，已經 feel 到個車成架車係定咗，同埋好似連車裏面啲雜聲都少咗咁樣。係啊，有少少攞翻我之前揸寶馬嗰個感覺，即係架車係實淨咗，係感覺上信心大咗。係。哦，何生啊，其實咧，我想請問下你咧，你之前咧係揸邊類型嘅車㗎？我揸過新年，又揸過呢一個萬事得5，又揸過寶馬325 CI。咁主要因為生咗小朋友之後，咁先至轉呢個七人車。咁喺未裝呢個 Auto X 嘅品牌之前咧，本身呢架車俾你嘅駕駛感覺如何啊？其實呢個 Mitsubishi 咧都已經係比較穩定，即係佢日本車嚟講，佢已經算係比較有駕駛樂趣。咁但係就始終可能因為車身比較高啦，咁同埋8人車嘅關係啦，咁係有少少輕微嘅啷啷地咯，即係平時轉彎啊，或者係一啲比較高速嘅時候啊，咁啊，所以變咗我先至想試下裝我呢個底頂巴之後會有咩效果咯。裝晒之後咧，你覺得俾你個駕駛個感覺同之前有幾大嘅分別啊？其實有少少似嗰陣時我由呢一個萬事得323咧轉揸呢個寶馬3系嗰種 feel 啊，即係覺得成架車咧係實淨咗，即係覺得係俾我駕駛個樂趣高咗，同埋有個信心喺度咯。